乌来一丝，大丝泡小丝，中了美合。较早住伫庄脚吼，我是阿公阿嬷甲我带大的啦，所以讲对这个物件特别有迄款少年的感情，食一回学一过少一寡这个物件来去想到较早咱的朴实的生活。咱这套就一寡古早杯啊这拢差不多是50-60年前的像讲甲捡规除啦，亲像咱讲这个茶藕用茶藕啉水迄个足甘心烧咯，啉就是咱台湾土烧的啉台湾水，思念较早的情怀。这卡上介少还阁有90几年，是阮阿嬷放予我的手尾。这阮阿嬷伊迄当阵就甲我交代讲这是伊做囡仔时阵人请予伊的，内底阁有放一个迄个龙银感觉足大心的安尼。咱传承祖先古话语，记接文化新台湾。物件毋是讲干那去怀旧，咱都爱互伊了解讲伊有啥物迄个时代意义，对伊迄个时代背景去了解讲咱即马爱用什么的角度来去甲看，爱用什么角度来去体会人生。一寡古早的物件，你也阁会记得偌济？为早前留落来的物件，经过几十冬，甚至上百冬的流传，一定有真济精彩故事。有的物件你可能捌用过，有的你可能敢若看过，有的甚至你可能连听都无听过。今仔日，咱就来听收藏家张日东来讲故事，甲伊同齐来回想迄个趣味的年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有是详细去找恁兜遐的古早米呢？若做你有详细去看，无的确恁兜这个古早米，甲伊收算起来，无的确恁兜就是一间民间的博物馆哦。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现场开讲。头一位要来介绍的就是收藏家张日东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张日东。第二位要邀请的是咱台湾怀旧文化协会创会会长彭良生，彭会长你好。大家好，我是彭良生。要来请教到迄个日东兄，就是讲今日在这个现场其实是炸真侪你个人的这个收藏品来到这个所在其实我是英国人啦，所以其实这个灰其实我会讲是自细汉看太济啊。只是讲你今仔日炸的这个物件，有的真正是足奇卡的。咱先来讲这对花竿，其实这个花竿的这个色水啊，其实看起来是甲一般的花竿无啥共款，看起来嘛唔是塑胶的。你能小介绍下伊是什么款的花竿无？好。咱即摆来甲看这个物件叫做牡丹花竿。牡丹花竿。伊会叫做牡丹花竿的原因，就是讲这个花竿，你啊看伊头前遮有一蕊牡丹花所以大家伫个古董界，也是讲咱一般的这个民艺，就甲讲做是牡丹花竿安尼所以伊的材质就是玻璃这有带彩的，足水色的这个色水足青条的这咱就是讲是琉璃花竿。这个像喙唇遮，是毋是这个好花形的这个古斑对哦？这伊的意思就是讲好喙水，有无？这是牡丹花竿的喙口代表讲好喙水。茫讲这个查某囝若是嫁人了后，就爱好喙水。咱台语讲好喙水才会得人疼。茫会当得到红晒到这个大家官，甚至讲含大姑细姑大家拢会当和谐来相处安尼。过来，咱来看到这有这一对鱼这叫做贵妇叉腰。有无？足像一个贵妇安尼叉腰双手叉腰，伊就是希望这查某囝嫁过了后通像小奶奶安尼免安尼做到尾死，通享受清闲啦。好命的啦。对啊，无较早台湾常常拢是初做初教，足艰苦。
可以呢，骹打手打边落去走骹啦。哎，咱主持人确实有够哦，嘿，真有咱台湾文化的开口，赞。好，过来个上重要意涵就是这个，恁有发现讲伊这巴肚遮大大无？大肚。哦，咱较早吼，带新妇吼，上注重爱注重啥？生囝。会生啦。哦，因为这个会生是足重要。咱台湾较早农业社会，定着爱有足济这个骹手吼来斗相共对啊吼。所以吼，都爱吼爱加过爱会生吼，爱加吼这个添丁添口，啊吼这个家族啊好旺起来。吼，过来咱搁甲看落来哦，你看这个吼，这个骹臀吼，你看伊是毋是这个用透清的玻璃对无？哎，是要用透清的，这个是代表讲啊，这个查某囝吼，伊是吼捌礼数，有教识，吼是清别之心，吼，所以这个意涵足好。啊，上尾咱过来甲看哦，这个吼，这个牡丹的这个用底顿甲变过来，你有看到遮有一个材无？这个是伫吼烧这支花杆的时阵吼，伊玻璃关温嘛吼，啊制作的时阵爱用这个加剪甲剪落来，吼，所以才有留一个材，这样咧叫做吼有底底个带材，吼，所以咱甲看一支牡丹花杆有这么侪意涵，这就是我会足介意伊的原因，嘿，是安尼。所以其实送一对花杆吼，其实内面有真侪美美角角啦，唔是讲咱敢若一般敢若讲啊是一个插花，还是讲放遐看水的物件，其实伊内面有伊的文化内涵伫内面啦。通常啊，就是咱送人花杆的时阵啊，通常是什么场合的时阵会送花杆？啊，咱这送这个花杆哦，有时是比如讲咱这个新纪录成花杆嘛是有人咧送哦，啊，甲咱这个结婚嫁查某囝会，有时嘛送对花杆，因为花杆是一个嘛是古早这玻璃哦，算真珍贵的物件，啊，咱送这对花杆过，嘛是代表咱祖囝嫁过的时阵，看这对花杆遮尔啊水，你爱好啊，甲咱疼惜，袂使甲咱拍손，哦，啊，花杆一般是取这个吉祥的音。平嘛，就是平安。啊，这牡丹就是花中之王，代表富贵。所以咱平安富贵啊，放伫咱厅头的厅中的桌顶、新桌顶安尼，啊，代表一种平安富贵的象征。今来看到这个花杆，这对是青色的。是。啊，顶头一对较大对，迄对敢若是类似敢若迄个莲藕色的。莲藕色的。啊，为什么迄个时阵会想要做这款的这色水咧？哦，普通店若有看到拢是红的吼，啊，佮有蓝的较济，吼啊，像这对做青吼，咱讲这青看到个迄个色彩吼，较青俏吼，啊，看到真显目，所以这个青色的这看到较活跳啦，吼，啊，一般若收藏这牡丹花杆呢，因拢大部分拢会想讲要收藏青吼，因为这青较好收藏，目前我知是迄个吼。可能有一寡收藏家的手头有啦吼，这款的青色的是讲叫做因的吼蛇啦，蛇啦，嘿，蛇啦的意思就是吼，迄个咱华语讲的吼梦幻逸品啦，这少的对啊，足少的吼，啊若是迄对迄个哦莲藕色的吼，迄对佫较少，迄对会当收到我是足甘心的，吼，迄对嘛捌伫个迄个吼。历史文物馆捌展览过，迄对确实足少的。对，就是做这个色水真正较是较少的，对啊。看起来较优雅啦，吼，较有迄个吼，迄个高雅的迄个感觉安尼。对，台湾人吼就是迄个时钟，吼，一句话叫做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哎，恁讲烦恼会，阮讲是讲歹运的钓灵应吼。呀，其实真侪人吼讲哦，迄个。生日的时阵，还是讲哦，啊要创啥的时阵吼，讲袂当送时钟，袂当送表啊。实际上，台湾无这个例对无？这你来讲，若有这个禁忌，较早的人你看，伫咱差不多农业时代，一般人有咧这个时钟嘛是算讲啊，有诶较善食家庭嘛买袂起。所以你看，有诶若咧入厝还是啥吼，就送时钟算足大礼咯。咱诶。尤其阮若咧去即个民艺行咧买即个时钟灯的时阵，早期的啦，伫本土的，伊嘛是拢为日本入来较济，西口的啦吼，还是对迄种拢日本进口的，甲瑞士的。啊，伊时钟一般咱若入厝拢会写，伫即个镜面的顶头会写新纪录成。啊，所以啥物人送的，就去写伫倒手边这边。所以较早伫即个早期是送时钟是算一个大礼，安尼算大礼，所以。无禁无忌啦，这算
送时钟是一个嘛是休息，互你休息啊，逐工几点咱咧报时啊，甲你报。较早时钟嘛拢发条的，啊1点钟有会动一届，啊有半点钟的嘛动一届有，所以这就是嘛是种真珍贵的礼品啦。对啊，所以其实是一个真珍贵的礼品，伫咱的台湾人内面来讲，伊是个高级品要送啦，对啊，所以人讲哦，送时钟袂当是为什么送钟，但是你若是用台语来读，其实伊就毋是送钟嘛，是送你一个时钟嘛，送你一个好的物件。送钟有情有义，嘿，有情有义，好。所以是古早你看，咱早期拢也是会，一般家庭时钟拢人送的较济，入厝也是买新厝拢一定有送时钟，占大多数。对。也讲到吼，这个收装品的这物件，像特别是收这款花竿啊，就是日东兄，你一定知影这眉眉角角啊。但是讲，比如讲，要去了解这个年代要安怎甲伊判断。如果讲吼，今仔日有人甲我推销讲，哎呀，嘉豪，这2对花竿，我甲你讲，这赞的，年代久，比你搁较济岁，甚至比你阿嬷搁较济岁哦。啊，我要来判断讲，伊确实有迄个年代。哦，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咱物件吼，拢有即个岁月的分野，吼啊，若这早期烧的即款花竿吼，你啊看，像讲啊看即个底段有无吼？你看伊只个有迄个有泡，你看，吼，咱讲有气泡，有即个气泡吼。啊，早期烧的较有安尼，过来就是讲吼，你啊看伊这吼有一个即个烟吼花色的吼，褐色，这是迄个吼。咱讲的迄个氧化结果，所以这毋是做手做会出来。哦，所以规个咱就是看伊的迄个吼，迄个色。咱讲哦，这就是无迄个花光啦，吼，啊看着安尼柔柔柔、顺安尼，所以新的甲旧的会都看会出来。那后一段呢，咱要来分享到生活当中咱接用的物件，无的确恁兜厝内面同款也有哦。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我相信吼，观众朋友你即集嘛看煞吼，你一定当去晓恁兜的迄个仓库、灶骹，甚至是当阿公阿嬷兜吼拼性命晓。事实上吼，其实有真侪宝贝吼，咱生活当中拢接触会到。其实咱们咱头前啊，我有看到这有迄个豆油碟啊啦吼，汤匙啊。茶杯啊，吼，这茶甌个碗缸啊，还有这算是撇啊，啊，其实足侪物件是咱生活当中拢会当看到的吼。啊，是毋是当请迄个日东兄来甲咱简单介绍讲这内面这偌久的历史啦？为虾米这会出现伫迄款顶头有迄款的图样安尼？即个像讲哦碗盘啦吼，碗缸吼，按这个茶甌吼。汤匙啊，吼啊，这个吼豆油碟啊，吼，这个年代差不多是伫个吼民国40年至50年迄卡兜吼，啊，伊的生产地就是伫咱台湾的北部哦，亲像北投、英歌吼，遮烧出来的物件，啊，较早咱伫用这个物件吼，我甲看起来真正是吼，足有迄个感情的感觉吼，就是讲。我现在收这物件，因为伊足耐看，吼耐看，佮有感情，佮有含义，吼。无我即摆个先来吼小解这块碗缸吼，咱来看这块碗缸，咱来甲看吼，伊遮有画一张椰子树，吼，啊，遮是毋是佮有一只大船，吼，啊，是安要有椰子树咧？椰子树是毋是有这个吼南洋的风光的迄个感觉，吼？啊，是安怎的安尼画？因为较早吼，咱台湾人吼。真侪人走去南洋去做生意，啊，去做生意总是为望讲会当赚大钱啊，所以讲哦，伊画一只大船，安尼叫做吼大船入港啦，吼，所以伊的规个含义就是讲吼，这个吼你来看哦，大船来入港，吼啊，咱生活有盼望，丰收好年冬，顺风一片旁，你看一块碗缸尔。有寄托遮深的这个意义，所以这就是讲会话安尼愈看愈散心吼。另外，这块碗缸，即马咱若一般伫迄个古董店是要找着较好啦，因为你啊看这船遮大只吼，啊这个色彩遮跳吼，较好找。这是迄个咱台湾怀旧协会吼的一个前辈吼，伊让传互我，所以我嘛足感谢这位前辈吼。啊，台湾怀旧文物协会吼，对这个文物的交流甲推广吼，这个贡献嘛算真大吼，所以足感谢吼。伊迄顶头迄个图样，
这敢是用手工去画啊？这画手工啊，画用半印半画拢有。像这内底每一个图样拢有伊含义伫内底。所以咱一般那较无深入的人拢看，你看是碗盘，但是我咧算我看毋是碗盘。对碗盘的当中，你会当了解的历史、人文、风俗、文化、甲趣味性，拢伫内底当表达出来。比如我简单摕即个来讲，我讲，假如讲即个金鱼，即个咱通常咧讲做胭脂红。金鱼一般你若去华语拢讲金玉满堂。对。但是若以本土文化就讲金鱼就是大趴尾。对。大趴尾就是讲话一般听较无，互你后代以后会足兴旺足大趴尾。所以金鱼用这字啊念起来足趣味，我念一个甲大家分享讲，金鱼就是这字来变体，头大尾溜大趴尾。带子孙定在这金玉满堂为厝家，伊就有这个含义伫内底。比如讲这画这个鸡，哎呦，系我心肝切一个。这画这鸡，这算鸡仔囝。鸡仔囝咱较早有话讲哦，较早咱农业时阵，人讲爱先饲这个鸡，家己饲的，要做画来讲饲鸡仔囝，人讲来做这个画来。较早有一句流行话讲做。生会过麻油芳，死袂过四地帮，嘛有这个习俗。咱鸡为什么足多人足爱喜爱这个鸡呢？因为鸡是一个足吉祥的。鸡伊就起鸡之俗，兴鸡之意。所以咱民间就足多人讲，民间喜爱鸡图案，起鸡兴鸡意义赞，自古延续经不断，世代子孙永流传，就有代表起鸡甲兴鸡之意伫内底。即有这虾啊，为什么讲会去特别画这虾啊？是有另外无款的解说？因为咱较早咱讲咱的生活就是山珍甲海味嘛。这虾甲鱼就是一种珍贵的海味。所以有当你讲要食大鱼大虾哦，阮住海口的你要人讲消费的食气，即潮会困意。咱做住海口这个好鱼，也是好的海产，拢会摕去卖，家拢食较歹。所以咱这个画一尾鱼啊，而且这个盘为什么画这虾？伊拢伊个吉祥含义。比如讲画一尾虾啊，咱虽然甲画鱼啊同款，国语来讲做望梅止渴。咱食袂到，看会到，心内嘛爽迄种感觉。所以讲虾啊，伊虾啊，我拄虾啊，就是水生的动物，伊就是善反子，足够生，足够赚。所以虾啊代表是多子多孙，济囝济孙，代表富足，因为虾啊伊脚料足济，诸多就是足济，诸多虾倒头他讲做足多虾，足济就代表富足，伊的含义伫内底。所以其实咱甲咱生活当中，这寄托甲寄望就是甲伊画伫迄个顶头，对，表达你心中的期望甲期待会当慰藉啦，种的心中的安慰。其实伊有画虾啊，有一个意义啊。因为咱台语有一句话讲无鱼虾嘛好，对无？伊就是甲咱讲，咱这个人的这个人生哲理对物件免强求，咱爱知足，所以讲无鱼虾嘛好，所以还佫加带一言的意义安尼。我继续请教迄个地后啊，我看伊迄个色水啦，画迄个风格有略较无共，伊是其实事实上其实因年代嘛无共款。年代是差不多只是讲亲像这个这是较低温烧的啦。低温烧的，这款是较低温烧这较高温的。这后边佫有拍这个另外像这有写讲迄个大道乡长迄个什么人送，这我去查这个是民国41年嘅。41年嘅，是，这比较较老咧。这头前才有一个藤丝啊，这藤丝啊，我看到有的迄是迄个尻川尾啊，迄个尾溜有的更空，有的无更空，这是什么款的差别啊？我拿两支啊，甲大家比较一下像这个画虾啊，画虾啊，这个就无更空，无更空的当中后壁伊无上油。无上油就较粗，较粗，因为咱生活慢慢改进过来为着这个美化，伊就这个听讲是咱这个
林宝甲台湾多个支付，林宝甲设计才挖一个坑，挖一个坑，你得当安尼甲涂油咧吼，后壁就有油咯。你若涂油咧，有当安尼咧烧会去粘掉咧，你得用挂钩用挂的，挂咧咧烧，烧起来差别就伫遮，这支下骹伊就是无油，这支下骹有油，这就较有着美观，个实用。所以这就是时代较无共，这较早期，这较晚期，有差这就是讲，这种物件，像这年代拢差落去民国40-50年左右。讲咱英歌话是北投，英歌甲北投有当较歹分是安怎呢？因为英歌是较家庭式的画风，咱北投是较西洋派，所以画较雅气，有当较精细。咱英歌拢家庭式的咧画，画得较粗犷，就较抬头。英歌的头有较白，英歌北投的头有较白。咱这个英歌做有较粗一丝啦。比如讲，像这类似像这就较，这种较粗型的这。拄咱张老师嘛有讲，因为这就是算低温，低温咱若讲起来较拍声。你若讲像北投当做伊的头较白，会较悬温一丝啦。较悬温，你若甲听这个声，你看。香，这就是瓷器，这较低温，这是陶器。粗肥。初步的是用安尼去甲判断安尼。有的是手工画，有的是用印的，有的是用拉坯，有的是用线坯，这就个真济爱看内底。所以这块物件你来甲用心甲研究甲看，有足济伊的这个无共款的所在，爱值得咱去研究的所在真济啦。对，因为拄则会长讲到这个画迄个风格，其实我有印象，就是讲，因为我伫英国大汉，所以我有同学吼，因兜就是咧做灰啊，包含阮妈妈吼，阮妈妈少年时阵，嘛有共斗打迄个灰啊纸。我看阮迄同学吼，伫上迄个水墨课的时阵，吼，迄个画图的时阵，安尼画金鱼，伊画一只迄30笔的画线用撇的啦，吼，迄其实是等于讲伊的日常生活就是伫咧做这项工课啦，吼。日本的富士山用这个喷印的，所以这碗盘某种文化的侵入。日本人统治咱台湾的时阵，伊就用伊富士山，无就用伊的打磨，画风甲咱台湾无共。咱台湾的处理讲拢画鱼啦、虾啦、鸡，这就是讲也是咱的蔬果、水果，就是山珍甲海味。日本话伊就用画因的河啦，河。丹顶鹤、富士山，所以这就有种文化的侵入，意义伫内底。呀，你这是算是较细地这个。这讲做，阮南部人咧讲话讲盘甲撇啊，盘较大地，撇较细地，有话是安尼分啦。你讲像咱台湾本土拢讲碗公，你若伫这个偏湖离岛的时阵，你就讲碗腔，嘛是无共，所以这甲咱的台语共款，南北差别虽然台湾遮小，但是言语，这个腔口嘛真济。对，安尼我要顺续过来请教咱的一东兄吼，其实你今仔日摘来物件吼，有真济是你收藏的这个宝贝，包含这后壁这个物件吼。我其中我有看到一个真水的，迄个敢像是应该是梅花甲一只鸟啊。这个是啥物意思？有啥物款的故事咧？你啊看伊个梅花，搁一只鸟啊吼，伊意思就是讲哦，迄个吼喜上眉梢吼，咱台语就是讲吼，这个吼。带喜，你啊看，伊这色主要就是迄个吼，一般收藏家上介意的这个吼胭脂红，伊的油料吼是用这个吼迄个氧化锡加钟落酸钾落去烧的吼，伊顶悬迄个你啊看，伊顶悬一沿迄个蓝藤吼，咱蓝藤就是讲上油吼，蓝藤较足水色的，所以你啊看伊这个梅花吼，用胭脂红来表现。互伊的色吼足活跳的吼，真显目，所以安尼你甲看吼，我拢定定家己一个人吼，安尼慢慢甲欣赏吼，真正看久吼，会安尼散伫咱的心肝院啊，有一个吼迄个足欢喜的感觉安尼。除了这块盘以外呢，听讲这块是一个足珍贵的珍藏品，因为我刚才看这块就刚刚讲哦，这级数完全无同款，这块是安怎来的？
咱主持人真正是吼，正讲大行啊来行的吼。这地是差不多吼，我要30年前吼，迄当阵我一个表姐吼，伊来迄个三峡老街啊，遮去踅吼，踅古董店。迄当阵吼，伊就看讲规间店内底吼，伊个头家问讲，恁有较悬坎、较幼稚的古董无？头家吼就编一件出来。迄当阵我会记你介绍吼，要我30年前吼。伊是8000块啦，嘿，30年前8000块。吼，迄当阵买好了后，代志是安尼哦。经过半年了后，吼，阮这个表姐吼，我拢甲叫梁姐吼，伊敲电话给我，讲日东啊，其实我买这地吼是要送你的。伊知影讲吼，迄当阵因为吼价销较悬对无吼，惊讲价销悬哦，现场若要送我吼，伊知影讲我袂甲收啦。所以讲今仔日拄好有这个机会吼，来上节目吼，就将这件放伫咱我心肝内吼，这个感恩哦，要甲讲出来吼，安尼。这地是日本吼，迄个九国烧的吼，年代应该是已经强要上70-80年以上吼，这是走金水吼。你来看遮，佫有这个吼，咱讲做空色，有无？宝纳色的吼。这有吼，你看走水金，佫有吼加银，这后你看这有这点银吼。所以伊这个色水吼足水其实我上介意伊遮有无？这里有这个敢像山水魂遮吼，这个蓝汤你也看，咱主持人带英国，你可能嘛是足内行。伊迄是自然规安。对，这个蓝汤吼有够水的。所以我就是讲，拄后有这份情，佫物件佫水吼，直接来甲讲出来。呀，你尻川后壁时阵，我看伊这蝴蝶有9只。遮有9只叶啊，吼，这个是代表吼九国。来看这个九国这个字体有无？愈早期烧的这个吼，迄字体愈细。所以一寡吼，这个收藏家因要找纸啦吼，你话讲的纸啦，可是拢找这款字体。你来看这字体，遮尔细字着吼，有无？是毋写一个迄个九国烧的吼？所以这算是。迄个我较介意的一个吼，较幼稚的一个物件。恁看伊规个体型真水吼，写一个凹凹无？这是一个龟之神啦。龟之神，神物件的神吼。所以讲，若是讲较悬坎的、较幼稚的物件，咱放内底吼，安尼来风景的贵宾迄个感觉吼，规个拢会表现出来。讲到这个做。盘啊这盘的专家研究盘的专家当然是会长你啦。听讲在这地我边这地听讲这地盘暗藏天机，机关插伫后壁。来，咱先请会长甲咱小简单介绍这地。这地嘛是飞鸟的啦，伊这也要讲是，这地是咱中国大陆的。咱布丁一般，咱台的碗盘炒拢有3种文化较济，一种就是因为咱甲中国伊早期拢有咧来往嘛，来咱互日本统治，嘛是对日本进真侪物件入来。然后咱台湾本土有，所以咱的碗盘台湾，若是本土拢是中日台炒这3种占咱生活的大多数。这个是。青花又绿红的，伊重点就在于咱主持人讲的吼，这仓库内后壁安机关，伊这就是布丁，这个布丁是咱早期咱这个农业社会也好，是咱较咱民初的时，咱的先民因的生活较困苦，所以物资较欠缺。这个布丁就代表咱台湾人那种勤俭少物的精神，所以咱这个布丁来讲，这个盘也破去。你若去买新的一地，比如讲爱10块，咱去补，较2工尔，就省8角起来。所以就用这种勤俭少物的精神，所以咱东亚才有这个富裕的社会，就是咱先民那种勤俭打拼的啦。这布丁，再个一地吼，来摕我用一下，大家。布丁因为我咧讲有诶体会较袂出伊的感觉。这布丁早期就是，歹讲伊是用。担一担，沿路去叫，比如讲摕一块铁大，较咱来爆米香，就摕弹弓大，扣，然后伊就去
你若听到个声，比如讲去庙口，吼，还是去较砖头啥，一个定点去啊，大家就摕起这个碗破去的布丁，摕起遮等吼，这个师傅补。啊，较早咧补，即摆拢用电动的咯。咱较早是用这种，你看这个镜头就是用看那咧拉二胡安尼用手工的，啊转，啊这个盘啊，比如讲这个盘的高度有差不多伫这个1公分，伊差不多弄这个，吼这个空哦，差不多正差不多0.3公分，吼啊伊就安尼用这个手工对一块铁啊，啊像咱拄仔啊甲讲的甲布入去都缩起来安尼。啊迄阵啊有诶讲啊伊是用啥物糊的？伊是用这个糯米，有当糯米加这个石花，啊咱石花吼。甲糯米了，久来伊就会钙化，啊钙化了后摕起来用，就是你安那水就是袂渗透过。啊，这个物件到即摆已经是变成失落的行业咯，因为为着卫生甲这个美观，所以这个物件渐渐就伫咱这个差不多民国70多年才以后，生活慢慢富裕起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去咯，变做失落的行业咯。所以咱就看着这个物件，就是讲。对这个物件有种怀念，吼啊，睹物思情怀种的感觉。所以咱会长吼对这是在足用心的，吼，你这个重点吼，你也看七字啊，这是伊画的，这是我画的，啊我是七字啊嘛，写无师自通啦，我就是啊我嘛无学台语，啊拄啊真感谢咱立东老师哦，啊甲我指导，吼甲我鞭策，啊我才会当来慢慢学习。啊，我画这个，我念一个七字啊，甲大家分享。哦，这就是讲我的创作啊，我画啊七字啊，嘛是我家己想的。讲古早弄破的碗盘，布丁各用唔甘换，勤俭扣实留甲单，传予后代子孙看。看咱较早咱先民种扣实的精神，咱爱知福惜福，咱自然就会得福，有这个感觉。所以有当对这个碗盘会当为伊的纹理、甲伊的造型。啊，甲伊个，所以较早拄啊张老师咧讲，讲后壁这有写民国40几年，啊，你着用这个时段慢慢去判断。啊，有当比如讲，伊写反攻大陆，啊，你也知哎老蒋时代，可以从文字，可以从器物的造型，可以从图文去慢慢研究它的年代。呀，是咪像我头拄则所讲的同款？这集看了，想要赶紧去晓恁兜厝内面的仓库的。不过你稍等咧，宝贝还未晓煞，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一项是细汉时啊，去夜市啊，定定咧耍的爆裤啊，是伫咧50、60当前，有一个伫英国做花啊的师傅林君成发明的。因为当时伊的作品卖袂出去，所以想到用爆裤的方式，半卖半销送。想袂到这个方法，经过半世纪，也阁受到大家欢迎。虽然即马爆裤的奖品嘛为花啊变做塑胶做的，也是简单的汽水。毋过有缘是夜市仔内底，大人囡仔拢真喜伊的单位。可能较早期农业社会的物件，因仔耍的物件较少吼，所以花仔的这种红仔吼，细项的这物件吼，是大因仔会去耍这物件啊，所以套圈圈吼，迄当阵去庙口咧用因仔看到会介意吼，回去拢会当耍。啊，毋过即马时代无共，套圈圈业者因应即马的时代啦，啊，就是讲甲这变成讲哦，拢即马用玩具啊、汽水啊，是其他的物件安尼。这无要紧啊！我啊撇出去，你要看灯，啊你撇去过西，啊，比如讲我伫边外叫去钓豆油，有无？钓豆油啦，拄我讲的。另外一项是唱片，伫无偌久之前也个真时行。毋过即马用唱片来听音乐的人是愈来愈少，因为一支手机啊，就会当听几啊千条歌，比早前咧听音乐是加真方便。比唱片搁较古早的曲盘，伫1950至1980年代是真时行。毋过迄当阵遮尔大地曲盘，可能录无10条歌，而且一块曲盘贵三，毋是凊彩弄袂起。后来经济发展，
台湾钱因卡目，才愈来愈侪人会当买到吸盘。当当时嘛发展出真侪无共款的吸盘。到底看起来普通的吸盘，伫较早是偌尔受欢迎。伫迄当阵，你要会听唱片的，拢爱迄落厝内爱有一台啊。即个苦荞万贝贝足有名啊！啊，即头规个就是拢邓丽君的，啊，即拢文学老师个，你看，吼。物件毋是讲干那要占有，还是讲干那要讲我买规堆藏的，安尼较无意义。我感觉上重要是爱来软过即个时间的磅空，啊，豆豆来累积人生的经验。一般来讲，吸盘拢是用塑胶做的。若是讲用纸板嘛会当做出吸盘，你敢要相信？今仔日咱就来听用纸吸盘录出来歌曲。观众朋友，恁稍等我一下吼，这集差不多就是到这。啊，看我若报着吼，咱就继续；啊，若报无着，咱这集就先到这为止啦吼。一直袂着啊，煞到这为止好啊啦。老师，我想要甲你请教吼，像我做囡仔时代啊，吼，就是讲其实嘛，定定看到迄个夜市啊，吼，人即个布壳啊，吼，套圈圈的游戏啦。啊，为什么迄个时代吼会出现遮尔侪一款灰海红啊、红的布壳啊安尼啊？迄上早期的时阵吼，是讲即款迄个灰啊类吼，拄出来的时阵啊，讲较歹销啦，嘿，啊，所以咱英国吼有一个即个老艺师吼，做林敬神吼。啊，伊就发明讲哦，啊无吼，咱来半买半相送，吼，啊，就迄当阵就开始安尼渐渐啊，甲吼流传出来，啊，到尾啊，伫咧规台湾吼，迄即个公园、夜市啊，吼，啊，个拢真时行即款迄个布壳啊，吼，像我伫厝诶，我阁有收到一仙迄个吼金鱼足大仙吼，啊，迄个一个尻川倒甲变起来看，迄顶悬阁有写一个迄个吼。昆丁公园纪念，哦啊，代表迄仙是较早人伫迄个昆丁公园报着的，嘿啊，迄个尾也阁流传出来，啊，真福气阁互我迄个收着安尼。哦，安尼老师用过即个布壳甲即马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啊？哦，咱会当看到早前的即款布壳啊，吼，这拢是吼用即个大部分拢是英国迄个大蓝马图吼烧的吼，啊，所以咱也用迄金壳啊甲布的时阵啊，锵锵叫足趣味的吼。啊，即摆布壳啊，吼，就是讲迄个较现代化吼。啊，有诶，你若亲像即款红仔面哦，伊个用灌石膏的，毋是烧的吼。啊，灌石膏个较紧啊，甲灌起就好啊，吼。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用一寡即摆迄个食品来代替啦，吼，像后迄个用豆油啦、饮料啦，即来代替啦。啊，所以讲感觉起来吼。就是讲较无迄个古早味迄个气口安尼。对。因安尼迄个时阵啊，即布壳的时阵啊，就是讲等于讲即个活动啊，雄雄安尼过兴起来了，为着要请人客来布的时阵，你捌听过迄个时阵的上大奖是偌大奖？哦，迄当阵吼。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哦，我若讲带我去迄个罗东公园遐吼，人摆2、3搭哩，我拢去摆这布壳啊。啊，迄当阵哦，有一个布壳头家哦，我阁会记哩，伊就讲伊有一仙迄个蜜粒粉吼，足大樽吼，啊，伊讲450块买啦吼，结果去互一个迄个国中生报着，啊，迄个头家伊就是讲伊住罗东的镇远着哦，啊，佫拼来英国去买哦，伊佫甲迄个报着迄个国中生啊讲，囡仔兄啊，你先吼，你佫卖行我，吼，啊，我共款450块原价甲你买，吼，啊，结果迄个囡仔讲毋啦，为虾米？伊迄是讲伊足公营的，要报着迄些伊欢喜甲吼，冲到要害去的。啊，迄头家个迄当阵讲啊，我即摆还佫会记。哦，啊，迄个时阵上学的时阵，是毋是听讲为着要请这人客来这报刊，是毋是讲我摕出黄金出来红报啊？这个我是毋捌听过啦，嘿，是吼，伊迄个为着要请人客来吼，伊做足水的吼，像迄只狗有无吼？迄只狗迄个头有无？足大粒的，啊，迄个色彩吼，你看其实伊有3彩，嘿，这袂输人伫讲的迄个吼，迄个啥英国3彩，绝对无输迄个东3彩哦，足水色的。啊，其实伊有一个迄个美感，我甲你讲哦，伊迄个头吼，甲迄个壳啊吼，
我好互恁看吼，这叫做3寸箍啊，3寸箍啊，看伊的内径，这内径吼，拄迄个9公分吼，即摆安尼吼，你用手安尼会落去，但是啊，你若是真正伫抱时阵，安尼壳会骨去吼，嘿，所以无简单，嘿，啊，所以足侪人为着要报这款大仙的吼，啊，都爱开足侪钱的安尼，哦，是。安尼我继续请教的是东兄，就是讲吼，收这款大仙红啊，这款肥仔红啊吼，你收藏的这个收藏品内面，敢有一个是对你印象上介深的？有，就是较早吼有迄个一仙迄个乌人吼，一个乌人的迄乌，咱讲乌土黄那款囡啊吼，啊，伫形前抱一粒桃啊，爱上特殊的所在，就是讲伊迄个头吼，做甲足大粒的，啊内底挂强啊。所以你箍啊，若是甲箍着的时阵，哎头壳安尼哦动动下，会安尼哦一直在你点头，啊愈看愈古锥，吼啊，迄个吼我是足迄个碗嘛讲会当甲收着吼，啊嘛去找足济即个古董店，啊到目前拢还袂，还阁无收着啦。是讲哦，若讲有机会，若会当花收着吼，啊一定会吼足感恩足欢喜的。对。开啊做这红啊吼，其实我会记得我做细汉的时阵吼，嘛直接看到，迄个时阵做一个就是看迄款开啊，迄个钳钱筒啊吼，啊迄款布块的担嘛，拢看到啊。甚至有一段时间，迄个台湾的一间叫做大同，是咪做迄个大同包包，有无？伊嘛是用迄个灰啊做的，有无？其实听讲伊。唔那迄款形体了，伊个做骨力大，形体小可了啊无共款。对。其实事实上啊，伫咱的生活当中吼，会当看到真侪古早味，看到这些物件就袂使咱行入去时间的这个磅空内面呢。虽然今仔日赞你遐尼侪物件来，客厅啊，还有别项哦，咱小休困一下，客厅啊继续来讲。伫今仔日咧，咱的日东兄唔那介意吼，即珍藏即碗盘摕来到现场以外，迄老师收真侪乌家的唱片吼。先来请教老师讲，其实即个乌家唱片中，即台乌色的吼，即片是乌色的，其他色有无共款的色水啊？这是为什么哈？咱即款唱片吼。迄个一般国语讲做黑胶唱片哦，这咱较早就讲刻盘，像咱台语声哪会讲一块歌咧？歌毋是讲咱一首，哪会要讲一块？原来是上早以前甲落去一块唱盘顶悬，吼所以这个咱是讲刻盘吼，伊无一定是乌色的啦，你要看迄当阵迄个。滴灌的迄个塑胶吼，伊系什么色的塑胶粒啊？你也看吼，遮尔啊侪色调安尼，所以无一定是乌色的。乌家唱片是一个简单的统称尔啊。老师，这块歌是啥物歌？像即马这块，这是吼迄个吴美凤伊所唱的这个吼安东哥啊买菜，这是咱常常听到，这听到迄个吼真有滋味。老师，咱听看觅，听讲这吴美凤是迄当时所认定讲是声音。真迄个声音哦，这个介甜吼，听到吼会互你打伫心肝咽啊。好，咱即摆过来甲试看觅吼，看伊这个声音吼，你放这个刻盘这台机器叫做吼连指库吼，连指库来。是我有啊主啊伊，锵锵行你都锵锵去，来啊到市场边，干妈店花色满满是，安东甲伊一边看过来，又搁一边看过去哦。哇！这安东哥要去到迄个上街要去买这个菜味吼，想要请教老师啊，你收这个就是刻盘吼，你大部分数量有偌济？大概是收什么款年代的上多啊？数量就是讲我吼内底有收，上主要我是收咱吼台湾歌谣台语的吼，像台语的个包含唱歌曲啦吼，这个台语歌吼。还有这个广播剧，布袋戏嘛有吼，
啊个嘛有客语的，吼，英语的、日语的，吼，差不多拢有，数量拢总差不多是500-600地安尼。500-600地就对啊。哦，原来是安尼。客盘吼，就其实拢是塑胶做的，敢有其他材质的啊？有较早吼，伫个塑胶进前，还有一款叫做迄个糖胶的、葱胶的吼。过来就是讲，伫个迄个这拢差不多伫民国吼50-60年代的时阵吼，咱若是讲去看电影，吼，若讲有做一款西洋的电影，伊个会吼送你唱片做广告，送唱片做广告，捌听过无吼？送唱片伊。都无可能讲送这规地完整的唱片哦，伊为着要吼这个成本哦降较低哦，伊用纸做的唱片，送你转去这个吼试听，咱会感觉讲纸做的唱片是要安怎听，敢会听哩？我现场有较早来吼，咱来请吼这个主持人吼含咱的来宾吼观众大家看麦，来看这张是一个吼迄个西洋电影吼，你来看来，这会当安尼哦，这确定是一张纸。哦，真正是啊，吼！你看伊顶版有写百万富翁吼，这个查埔歌星我有上网去甲查吼，这是伫个迄个民国40年代的老歌星，足老的吼。咱即马现场吼，大家看这张纸有无？这张纸有法度甲放出声音无？吼，甲钢管咱甲扛起来吼，来，将这唱声。好，咱会当安尼甲看讲真趣味吼，随当放出这个声音，这是迄个较特殊的啦。因为老师你收遐尼济唱片吼，你有搭一个类型，比如讲你特别介意，比如讲台语歌，吼，为什么你会特别介意迄个时间点的遐个歌曲安尼？伫个台语歌谣内底吼，亲像咱较有名有讲这个吼四月望雨啦，吼，就是四季风。月夜愁吼，望春风，雨夜花吼，就是讲伫迄个年代有真侪足出名的吼，即个作词家、作曲家、歌手吼，因唱的即个台湾歌谣，因为我是感觉讲吼，台湾歌谣个亲像即个老酒共款，愈接愈香吼，愈听愈有滋味。所以我有当时若是讲出去演讲吼，也是讲伫个即个社区大学伫教课吼，我有当时就从这台连语曲吼，个这个唱片吼，摕去现场安尼吼，和大家来分享吼。迄个时阵的即个快乐吼，我感觉亲像软过时间的磅空共款，一时间吼，探到较早的迄头安尼。我们来请教会长啊，你有收藏什么物件，互你真难忘的无？中华吼，中南路较早迄条街啊，要往南投草屯迄条路上，遐当咧兴旺的时阵，古董店有50-60间以上。我有看到一件，一个原住民的圆网吼，四烧的有落南投烧。佮落作者老手机，因为老手机是日本师傅迄个一个叫做安冈龟太郎的高徒，伊较早嘛是做即个南投多个的信用组合长，伫日本时代，所以伊做的物件，迄件物件有3种元素伫内底。第一点就是日本的技术，台湾的土，原住民的器型，这件就是我一生当中。买了上贵的陶瓷，一件买10万，迄阵一粒算陶王双耳的原住民的造型的。我呢看着足介的，一直去遐拜托，差不多11个月后才卖我。我因为我阵有收到一本咱这本第一集，甲拄啊介绍一本第2集的台湾智慧看款，所以我注重迄个款式，因为这个款就是文物的。证据嘛，伊是来自何方，产自何地，上主要的佐证，所以这件是我较怀念，我拄啊等11个月才去甲买着。对，讲到这个款了，真正就是这是台湾款的对啊。较无争议啦。对。你想要继续来请教会长啊，就是恁迄阵创立这个协会啊，到呾抑佫伫运作，也想要了解讲，针对这个古董啊，这个文物，恁未来有想要安怎甲推广？我是85年吼，成立这个台湾怀古文物协会吼，是我去创会啦。阮是拢透过这譬如讲这个展览、出册。
吼啊，甲即个，比如我厝啊，即嘛，我算即个台湾民艺啊，已经30多年咯吼。啊，我就透过我较早修即个理念，啊来甲转化来做我即个创作。啊，我有当然甲我较早修的文物、器物，啊来甲潜移默化，啊来甲转做我伫我的创作内底，啊，较用即个台湾七字啊、台语来甲写。啊，拄啊有即个福报，去拄着咱张老师，定定咧甲我鞭策，啊，我再来透过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文化工作者应尽的义务。所以今仔非常的欢喜，当受咱即个公司即个节目哦，当甲即个本土文化，当互咱即个伫台湾啊在地，在咱的民众啊当落地生根。咱即个节目嘛有海内外人咧看，啊当甲咱即个文化台湾本土的文化，当个互国外的人士啊，大家会当多多了解咱本土的文化，这是阮文化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啦。咱常常听人讲，迄个古早味，无的确是一种气味，也是一种生活过去。无论这个古早的物件是古董，伊是值钱，也是无值钱，伊拢对一个人来讲，伊可能代表一种生活意义。那准讲咱的身躯边，迄边甲看过来，迄边看过去，无的确会当发现到咱生活当中真正的趣味。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两位专家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多，也非常感谢您赞遮尼多物件来甲咱的观众朋友分享，多谢您，多谢，谢谢。也邀请到咱的观众朋友会记得要去看你的身躯边有偌济物件，事实上是咱生活当中的古董，即係古早味。也后禮拜有完同款的時間來收看，這是台灣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咱再會。非常多謝兩位老師，感謝。